大家好，我係海倫，歡迎返嚟思維手記 Think Channel。喺上一集，我哋分享丁勝元老師看見趨勢信號再下單嘅第一章一節，深度拆解點樣用三大趨勢性格去判定市場狀態，亦明白到做交易最緊要嘅係拋棄主觀幻想，認清行情事實。如果未聽上一集嘅朋友可以聽返。有咗正確嘅思維之後，第二集我哋就要講實戰技術，帶大家由思維層面真正落地去到技術層面，利用工具去幫大家建立一套完整嘅技術防禦系統。喺第二集會一口氣同大家介紹四大核心實戰工具。第一，利用分割計算出價格嘅回調百分比。第二，解讀價格跳空裂口。第三，趨勢線嘅繪製方法。第四，點樣跟隨市場去動態調整趨勢線。今集嘅內容會更偏重於技術應用，建議大家準備好紙筆，我哋即刻開始。第一部分，價格回調百分比。大家首先試想象一下，自己而家拉緊一條橡筋，利用力將橡筋拉到最盡。喺拉嘅過程中，因為速度太快，力量太集中，中間完全冇任何停頓位。當橡筋拉到最極限嘅時候，你一鬆手，嗰股猛烈嘅反彈力就即刻爆發，成條橡筋瞬間向後彈翻轉頭。呢個時候，大家有冇思考過條放咗手嘅橡筋會向後縮到邊個位置先停呢？就好似市場咁，如果出現連續暴漲或者連續暴跌，喺成個進行過程當中完全冇留低任何代表性嘅明顯高低點，咁樣一旦呢波攻勢停落嚟，行情開始回頭或者反彈嘅時候，我哋又應該點樣去評估佢回調嘅幅度呢？或者換個角度講，我哋要點樣去預測下一個具有代表性嘅高低點，即係新嘅價格水平線，到底會喺邊個位置出現？呢個時候我哋就可以應用價格嘅回調百分比，去提早預測後市可能演變成嘅關鍵價格水平。價格回調百分比，我用市場連跌嘅行情嚟做一個例子。假設股價由最高位一口氣跌到最低位，我哋將呢段跌幅嘅起點到終點平均分成4等份，而每一份佔成個跌幅嘅25%，然後係呢3個位置25%、50%以及75%，各分別畫一條水平橫線。呢3條橫線就係回調線。若果回調到25%嘅線段，代表回調嘅幅度達到整個波幅嘅1/4，而回調到50%線段，代表回調係整個波幅嘅剛剛好一半。回調到75%線段，即係回調係整個波幅嘅3/4。回調線心理學，呢度有一個好核心嘅市場心理學，回調嘅百分比越細，代表市場回升嘅力度越弱。相反，回調嘅百分比越大，就代表市場回升嘅動能越強，後市就越有能力捲土重來。不過大家要記住，喺實戰運用嘅時候，我哋通常會先將呢幾條線大約畫出嚟。隨住行情後續嘅演變，當市場真正出現咗有代表性嘅高低點之後，我哋就要盡可能去微調呢幾條線，調至更接近實際嘅轉折點。回調線門派，市場上嘅百分比回調線都有幾種唔同嘅門派，以及唔同嘅百分比設定。3分法除咗剛剛提到常用嘅4分法之外，3分法亦都好常見。百分比比例為33.3%、50%、66.7%。黃金分割法，亦有人偏好大名鼎鼎嘅黃金分割法，百分比比例為38.2%、50%、61.8%。所以無論大家用邊個門派嘅回調線，佢哋嘅核心邏輯都係一樣，就係幫我哋喺暴漲暴跌情況底下拉出一條理性嘅價格水平線，從而作出有效嘅操作。第二部分，價格裂口。
平時我哋講價格水平線，大家可能會覺得圖表上應該要有一條好明確嘅線，但事實上真實嘅市場唔係下下咁絕對，價格水平唔一定係一條線，佢有時候係一個窄小嘅區間。以下所講嘅就係價格跳空，即係大家所講嘅裂口。裂口定義，點樣先算係裂口呢？呢點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係指前後兩支陰陽燭嘅最高點同最低點之間有一段清楚明顯懸空嘅空缺位置，兩者之間係冇任何嘅重疊。呢個空缺位置表明喺兩個時間單位之內，佢哋嘅價格演變完全不連續，代表有一股力量直接將價格推高或者推低，不符合價格裂口。相反，如果前後兩支陰陽燭嘅影線有重疊，僅僅只係有實體之間有差距嘅話，嚴格上呢個就不符合真正嘅價格跳空。雖然佢依然可以為我哋提供一啲類似嘅技術線索，但佢背後所代表嘅突破動能同技術意義就弱好多。所以下次大家睇盤嘅時候，記得先望一望影線，分清楚邊個先係真正強力嘅裂口位置。拆解裂口出現意義，我哋要明白佢背後嘅意義同心理機制，再作出有效嘅買賣策略。第一，裂口邊界會形成支撐，當價格出現裂口，代表多方買盤或賣盤喺呢個位置發動咗強硬攻擊，直接越過中間價格。呢度意味住該邊界唔單止係技術支撐，更多咗一層底線。一旦回調不破，代表呢波趨勢仍然有延續力度。第二，裂口實體回補信號，一旦陰陽燭實體跌入裂口範圍係一個警示，代表多頭防線失守，升勢動力消退。呢個時候表示市場對於原本跳空嘅定價產生分歧。所以大家唔好再死撐，即刻減倉或者止損，預備趨勢會出現一個反轉向。第三，裂口區間寬度，裂口越大，代表懸空嘅位置越大。呢個位置喺市場冇出現成交記錄，價格想要填回補呢個裂口，就必須重新經歷一次完整嘅換手。呢個時候需要大量嘅成交量去回補裂口位置。裂口開得越闊，真空區越難回補，代表支持力越強。大家要注意一點，唔好見升得急就亂沽空，容易俾強勢走勢夾倉。第四，裂口區心理博弈，相信大家一定遇過呢種狀況。市場一開盤就裂口高開，你根本唔敢做買賣，結果個股價就一路跟住推升上去。裂口就係一個心理博弈區，令到大家容易產生焦慮。其實裂口發動嘅攻勢係唔想俾大家買賣到中間價格嘅區域，大戶將價格直接拉升，就係為咗俾大家只能係更高嘅價格追價買賣。第五，觀察裂口成交量。裂口開高，同時放量，先係主力嘅拉升，大家可以大膽買賣。若果裂口高開，但縮成交量多數係虛招，大家就千祈唔好追高。第三部分，趨勢線繪製方法。我哋頭先提到嘅分析工具，佢哋本質上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全部都係水平直線。但係問題嚟啦，如果個市場依家正處於一個強烈嘅趨勢狀態，但當個行情軌跡係向上傾斜或者向下傾斜不斷演變嘅時候，如果你死守住幾條水平橫線，係根本冇辦法合理咁跟隨市場嘅最新變化。所以呢個時候，趨勢線就終於有佢嘅用武之地。我哋用歐元對美元周線圖嚟做個例子，股價出現咗一段好明顯嘅上升過程，由最低位1.034一路上升到最高位1.2555，跟住喺右邊又出現咗一段下降過程，由最高點1.2555跌翻落去最低點1.1299。如果我哋單憑肉眼就咁望住張圖表，成個上升同下降過程嘅分界就其實係非常之模糊，冇辦法直接睇得出呢波上升攻勢到底係喺邊個時間，
又或者係喺邊個價位開始轉向變成下降。所以為咗了解轉勢嘅問題，我哋直接喺圖表上面加一條上升趨勢線，亦同時加入一條下降趨勢線。加咗呢兩條線之後，我哋就可以非常之清晰咁睇到成個趨勢嘅動態變化。大家喺實戰嘅時候要有一個觀念，上升趨勢線本質上就係市場處於上升狀態嘅一條邊界線。當股價一直行喺呢條線上面，代表攻勢仲好健康，但當佢出現跌破位置嘅一刻，其實就已經清楚咁向全世界表示呢波上升趨勢已經正式完結，行情依家要轉向變成下降趨勢啦。透過呢條線，我哋就能夠非常精準咁捉緊趨勢發生變化嘅時間同埋位置。如果我哋要繪製出一條有參考價值嘅趨勢線，必須喺圖表上面尋找出至少兩個具有代表性嘅高點或者低點。我哋繼續用上述嘅圖作解釋。首先用點1同點2呢兩個有代表性嘅低位連埋一齊，畫出一條上升趨勢線。點1係連續2星期嘅低位，咁啱都落喺呢條趨勢線上。更巧合嘅係，點2之後嘅第5同第6星期，即係點3，同樣係連續2個星期嘅低位都跌到條線上面，所以點3就證明咗呢條上升趨勢線真係有支撐功效。打後嘅點4同樣見到連續2個星期嘅低位喺條線得到支持，之後我哋去到點4嘅第5個星期，市場好明顯向下突破，跌穿咗呢條上升趨勢線，同時間亦都跌穿咗維持14星期嘅橫行底線。結合呢2點，可以好清楚睇到上升趨勢喺呢個星期位置轉向下跌趨勢。點5同點6喺跌市過程之中係2個有代表性嘅高位，我哋將呢2點連埋就可以畫出一條下跌趨勢線。至於呢條線將來能唔能夠發揮阻力作用，就要等第3個點出現先至驗證到。分享2個書入面嘅例子，俾大家更深入理解繪製趨勢線及落點位置。呢張係美國長期國債月線圖，圖中條上升趨勢線行咗超過10年。2016年下半年之後，聯儲局就開始逐步加息。喺張圖睇到，先由點1同點2繪製成上升趨勢線，之後點3驗證咗條線嘅支持作用。過咗1個月，點4都有受到呢條線嘅支持。之後過咗差不多3年時間，點5再次得到支持。由點5開始，上升趨勢開始加速，距離條趨勢線越嚟越遠。但係過咗31個月左右，點6再度跌返落條趨勢線，之後個5個月仲仍然得到支持，可想而知呢條上升趨勢線十分之硬淨。跟住係歐元對美元月線圖，先由點1同點2繪製下降趨勢線，點3驗證咗條線嘅壓力作用，隨後市場受點4阻力影響，繼續向下。請大家注意，呢條下降趨勢線維持咗10年以上。講咗咁多關於趨勢線嘅繪製及分析，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喺自己平時研究嘅市場圖表練習一下。第4部分，趨勢線調整方法。如果照以上講法，2點就可以連成一條直線。喺圖表咁多高低點，可以繪製出嚟嘅趨勢線實會多過一條。我哋可以睇睇以下呢張圖表，去了解趨勢線嘅調整方法。喺上升趨勢入面，我哋先將 A 點同 B 點連埋，繪製出 AB 線，即係圖中嘅紅色線。當行情去到 C 點嗰陣，發現佢連唔到 AB 線，即係代表咗 AB 線去唔到 C 點嘅行情軌跡。所以呢個時候，我哋就要用 A 點同 C 點繪製出新嘅 AC 線，即係綠色線。我哋觀察一下 AB 線喺打後嘅 D 點同 E 點都得到 AB 線嘅支持，所以最後 AB 線成功獲得驗證。之後我哋會用 AB 線嚟做真正有效嘅上升趨勢線。
但同時間大家要保留 AC 線，因為市場係會不斷變化，所以要留低 AC 線，並繼續觀察後市嘅趨勢發展。我哋再用歐元對美元月線圖作一個示範，圖上面有5個明顯嘅高位，由左至右高至低依次序排落去，就係 A、B、C、D、E。我哋由 A 點出發，行情首先行到去 B 點，之後將呢2點連埋，繪製出 A、B 線，之後出現 C 點嗰陣，行情驗證唔到條線嘅功效，即係話 A、B 線行情軌去唔到 C 點。所以我哋需要調整趨勢線，將 A 點連到 C 點，繪製出 AC 線，然後行情繼續去到 D 點。雖然剛剛 AC 線勉強算係被驗證，但係 D 點行情軌跡其實已經超出 AC 線嘅範圍，所以需要再次調整。呢個時候我哋就將 A 點連到 D 點，繪製出 AD 線。經過咗好多個月之後，行情去到 E 點。個價到達 AD 線就翻轉頭，呢一次嘅阻力作用終於得到驗證，最終 ADE 點連成一線，成為趨勢線。ADE 線得到驗證，所以我哋係透過一連串嘗試、調整、再驗證嘅過程，先最終繪製出一條有效嘅趨勢線。你可以開個 Trading View， 揀隻股票或者外匯去做練習。啱啱開始畫嗰陣可能會混亂，但呢個係必經階段，大家唔使灰心。今集嘅內容嚟到尾聲，如果大家覺得趨勢線技術內容幫到你，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我哋下條教學片再見，拜拜。